继续来看台中一间芳店，甲因的招牌芳菠萝的面包做成大大的装置艺术，挂伫个墙围仔顶，人客来上门拢会爬推起嚟翕相。但是有2个姑娘啊，趁人共休，无经过店家同意，就讲爬起嚟翕相，结果甲价值6万块的插门工打害。店家是要求这2个人都爱道歉，若无就要报警，要甲因告。 2位查某囡仔开车到家乐糕店，一路车就甲店家踩伫门骹口的塑胶笋刷开，刷落来，其中一个人竟然踏着木门跳起墙围来翕相，然后跳上去就直接上去了，然后坐在这个地方。 上憾的是，一个翕了，搁换一个人来翕。迄当时店家休困，因就伫无得到同意的状况，爬到人的墙围。这个动作是害店家价值要6万块的木门歹去。我要拉往上拉。这个女生呢，就跟我们同事讲说，请你离开，我要上去。 然后就要翻墙又上去。他说：“因为我要拿眼镜。”他说：“店家更加烦恼，这个墙围悬要200公分，若是因摔落来，向要负责。好像是他家一样，就是私闯民宅，损坏的部分也可以跟他求偿。我可能明天就会去警察局备案。” 店家讲，因甲招牌商品菠萝面包变做艺术品，踩伫墙围顶头，变做店内特色。民众来买芳的问，敢会使起嚟翕相？因为带民众行楼梯起嚟翕相，嘛会伫边仔顾咧，避免发生危险。第一摆拄到有人无顾性命安全，要走入来翕相，要求这2位查某囡仔出面来会师咧，啊无就要报警来处理。